四季春夏秋冬的工作的图。春耕，你看那个插秧，那个竹子然后有隔间，看看，倒着插，得把倒着插秧啊，手把秧儿插满田啊，低头便见水中天啊。6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啊，还要倒退着种。现在都机器种，机器播种了，机器插秧的很快，机器那个施肥的，用管子吹去也很快，就1分地大概5分钟就吹完了。还有喷农药也很快，你看，用机器的速度效率都很高。给人家种一季的话大概3000也有5000块的。3000那是2500， 5000块的可能是2季的。田也有好坏之分。好棒好棒，这庙宇。到了冬天的庙宇，有庙会活动好热闹。那管子那么粗了，这个管子这么粗了。